我发现随便抓到诀窍啊。可以，这个牌子可以要中间而已。那你绿色这个别人就要叠过，要叠到绿色，就是颜色重叠了，可以这样子。那个什么意思？你像这个你要叠这样，这样才有叠到红色叠红色。哦，你来跟下去的，就除了你先。现在没什么好看的，时间差不多。有没有看过？这个是科技化一点。